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恩典甲怜悯。踮咧台湾，咱来讲中秋节。中秋节时阵，按2礼拜前开始，街头巷尾你拢闻到什么味？拢闻到香肉的味吼。所以，当时开始，咱台湾踮咧中秋节特别爱香肉。5日节你也无，百粽节也无，较无看人的香肉吼。过年旧年嘛较无看人香肉，安怎中秋节就是大家真爱香肉。不过咱感谢上帝，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。上帝互咱会当踮伫伊的殿内面，即个信仰的大家庭，大家三合组织这实在是咱特别感谢的所在。在美国有一个庄卡小教会，人数超230个人。这个教会的服侍的职事拢真早就到，礼拜前1点钟落去。这个职事拄咧开门冲声，看到一个老太太，超有60外岁的太太吼，我捌送来毋捌看过，穿甲真正宗真水。这个职事就紧先活过，虽然毋是伊招待，伊就紧去甲伊请安，就甲伊讲话你倒位来？你介绍家己的教会，阮这教会吼，虽然岁经100几年200-300年阮人虽然无侪，毋过大家斗阵拢真欢喜。是干那阮最近来这个团队才来1、2个月，真热心啦，真热情，嘛真安尼真熬做事工。毋过有当时老人的心理也毋知，囡仔到底要爱啥毋知，真熬讲多是干那阮拢听无讲一寡只，讲了，这个太太伊才忽然间想讲未甲你请教，新人来资料爱留，未甲你请教，你什么人？伊讲我什么人？我是迄团队的妈妈啦。我想讲伊来遐久我毋捌来看卖。哇！即事听讲是团队妈，伊就翻头讲，你知我啥无？我当然毋知啊。感谢主，稍等，今早入去办公室，甲另外一个职事讲，今仔交代换你，毋通叫我去了。咱摆讲过宣告对什么开始？宣告就是对接待、对交代开始。传福音就是咱要安怎做一个好的交代，做一个好的接待者。传福音是对这开始所以咱伫咧7月开始的时阵，因为咱教育馆的建筑执照已经申请8个月那照标准的流程，应该3个月到6个月会当得到。咱超过已经8个月所以咱7月开始，咱就有咧讲着教会的需要。所以咧讲到这的时阵，特别。今仔日，甲过去这3个月，咱做一个整理，针对后礼拜，咱要开会员互会。后礼拜咱敢若10点的礼拜，咱有联合圣餐礼拜了，咱连咪都要开会员互会，要选5个长老，10个职事，咱的总数都长老10位，职事19位，这是咱的小会甲中级会。这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真特别的所在。伫台湾，咱有4000多间教会，有超过100个教派。伫咱台湾长老教会，我知就至少有7个，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不过中间的一个啦。虽然讲30万信徒1200多间教会等等，不过咱合起来算一个教会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，有中华基督长老教会，有改革宗长老教会，有道生长老教会，有真侪咯。后壁迄4个拢叫做长老教会，但是头前有一间教会嘛是一个教派。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30万信徒嘛是一个教派。这是特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诶，伫互会中间选长老甲职事。其实咱知影，全世界教会拢共款，三甲参与伫咧4个重要诶领域中间，一个就是敬拜报道，逐礼拜拢有敬拜报道，毋若干主日礼拜基督会啥敬拜报道。第二个牧养关怀，即羊群要安怎去牧养，要安怎去关怀，即信徒要安怎去关心。牧养关怀，第3个系统就是造就栽培训练。咱有真侪团契，咱有真侪查经班栽培造就训练。第4个系统就是咱知影教会就必须要宣告外顶，就需要做社区。这个社区有可能伫咱四周围，这个社区有可能去甲海外。这4大个系统，因咱教会虽然长老教会大人囡仔合起来已经要400个，我有甲小会。伫分享这项，我个人感觉咱至少爱过2个同工4个牧者的团队，伊会变成双轨，会变成双轨。
一条路线是照年龄，儿童少年团契的牧区，青年的牧区超16岁到30岁，过来壮年的牧区超30岁到55岁60，过来上年的牧区，这条线是照年龄4个牧者一个人负责一个。但是，搁另外一条线，这4个人都还搁兼拄我讲的迄4大领域，吼，一个负责逐礼拜讲道，逐礼拜报道，吼，敢若传遐个吼，搁一个完全来负责组织栽培训练、团契关心等等遮个，搁一个是牧养关怀、探访，互会友的心灵得到平安，得到医治。第4个就是伫咱教会所有外，无论是社区服务，无论是传福音，无论是国内外的底宣队这款的部分，这是咱知所有教会拢这4条线在发展。但是伫内部的兄弟姊妹会分年龄牧区，有诶毋是用年龄分，有诶是用地理区域来分。这甲咱即马咧讲的7区，这是要夹斗阵的吼，这是咱其他的方向。通过遮个牧者的团队和中级责任同工，咱求上帝帮助咱。教会如果若上帝伊要求咱接更较侪兄弟姊妹入来，咱就要做更较大的一个事工。所以咱会记无年头的时阵，咱会讲教会亲像啥？亲像家庭，亲像学校，亲像病院，亲像军队。教会亲像家庭，这是咱常常讲的。所以踮咧家庭中间，咱会互相鼓励，但是咱也互相毋拄好，讲话伤大声，敢若像踮咧厝的共款。咱有当啊同亲密的人，这叫做君臣、君庙、欺神啊！踮咧厝同亲密的人，常常受伤同大，因为爸仔囝斗阵吼，这个爸爸吼对囝一直拢无耐心，但这个爸爸去做老师的时阵，是全学校同受欢迎的教授，吼。转来较厝的吼，甲两个甲囡仔煞无话讲。阮同惊即款的吼，做牧师的人哦，转去囡仔甲阮有话讲无。所以有当时咱真正是同亲密的人，煞同袂晓踮即个家庭中间最近来学习。教会嘛，亲像学校，拄啊咱讲甲像栽培系统即款，互咱会当得到有效性的成长。家庭互咱得到一般性的成长，但是咱亲像学校，互咱得到有效性。过来教会亲像病院。安慰、医治，互咱得到福建，无啥好势心灵的部分，通过陪读，通过查经，互咱得到福建，互咱会当得到健康。同重要是教会亲像军队，教会亲像军队，帮咱信徒明白这个世代的情形，咱的对敌是啥物？咱通好装备啊！如果教会若是干那互咱，我定来讲迄项，绝对不止教会，绝对不只是吃吃喝喝啊！绝对毋是干那呢，是车要安怎受装备？若无教会，若拢欢迎人来，大家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伫即个所在，就真无彩。教会伫今仔日即个世代，耶稣基督的命令讲，咱都要去普天的传福音，就敢若战争共款，敢毋是啊？所以保罗毋知讲，我征战好的征战，尽跑走的路战，表示我一生中间一直为了福音，敢若亲像咧征战。因为咱的社会吼，咱的社区有太侪价值观、混乱的价值观、混乱的道德的想法，已经揽入来伫个教会中间啊！这是真明显的。咱面对真大即款的挑战，所以如果咱教会袂当互兄弟姊妹明白世局，得到装备吼，咱无法度用这个社会来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所以因为这个因果。咱伫个制度体制顶头，毋通会当更较好势。这嘛是咱过去这3个月，会记得咱用年希米咧讲无？咱第一届开始咧讲，咱要教育馆爱拆掉，爱个重建。每一个兄弟姊妹有一寡物件，咱有一寡观念，有一寡想法嘛，就爱调整，爱拆掉个重建，但拆无用个凊彩拆，咱慢慢看安怎拆掉，安怎来重建。这是咱咧学习的。所以咱相信建堂的工这个时阵，上帝的确互你特别的稳定，互你一个特别的使命，祈祷参与什么项三甲来做这个。所以逐项事拢有上帝开路。咱本来俩做讲照 SOP 来讲，3个月到6个月应该摕到建筑执照。即马几个月啊？去年10月提出申请，即马咱发现上帝有伊的时间，吼。虽然吼，深深体会2000年阿扁做总统的时阵讲一句话。敢若头壳换啦，
啊，毋过咱下骹拢无换，啊，我要安怎做代志？咱捌听过即句无？啊，当然吼，伊嘛有伊真大诶软弱，毋过有影，即摆吼，敢若科批换吼，下骹有换无？吼，所以吼，嘛是着爱，我着相信吼，咱安尼几摆走去都发局，啊，咱去市议会吼，啊，不科批阮当毋知影咱有偌辛苦。我敢若为了一个建教吼，已经超过10个月啊。不过，这虽然是世间的一寡停事过程，咱相信有上帝的 Kairos， 有上帝的 timing， 毋是照咱的时间表，照咱的几个几日，毋是照这背后有迄上帝的 timing。咱恳求上帝，互咱良知在这，搁较要紧，上帝通过尼希米邀请咱做阵来同工，咱看到上帝所注重的是人。毋是遐工作的成果，咱毋通常常用工作的成果，煞变做咱的骄傲。咱看到一个人的表现，看到一个人的成就，看到一个人的学历，看到一个人伊会好嘅，还是即款的成就，注目伫遐。上帝毋是看遐，上帝看人的内心。人看人看外在，但是上帝看内在。为什么尼希米受敬真重要？就伫遮。咱讲到迄个尼希米的原则伫7个的时阵。祈祷备办的时间是做工时间的几倍，2倍遐长。因遐尼长的时间做准备，结果一动工起来一粒句话就做好。咱相信，咱虽然咱建筑这较久，不过上帝若要照这个原则吼，咱祈祷遐尼久，咱摕到建造以后，应该过来会互咱看到伊，互咱做工的时间迄款的速度。所以咱都要先准备好。会记得这条歌无？迄阵啊，咱讲，伫1960年代，迄阵啊，美国金恩牧师、马丁路德金恩牧师咧讲 ，I have a dream， 我有一个迷茫，讲黑人甲白人会当做阵坐巴士，黑人的囡仔甲白人的囡仔会当做阵读一个小学，无即款的差别。迄个时代是袂用的哦，黑人的囡仔无用去白人的学校读册。罗德马丁金恩牧师伊讲，我有一个梦，这个梦就是大家会当做阵做礼拜。做阵坐公车，囡仔做阵读册，袂讲分白人、黑人、亚洲的、非洲的，袂安尼分。当伊即个梦提出来时阵，这位歌手伊做即个曲 ，People get ready， 阮准备好啊，是毋是？咱嘛准备好，也上帝要互咱会当踮伫规个起座的中间。所以尼希米是精选，咱过去即3个月用尼希米记。做阵行车中间嘛有一项咧讲到同重要，就是圣经上帝话，经过翻译，经过释义，经过诠释，伫生活、工作、休闲、家庭、睡觉、教养子女、读册等等，大家方面拢要成做咱的帮助甲性命的基础。这是咱会记得以赛亚书30章咧讲即个：主虽然用艰难，互你做饼；用困苦，互你做水。毋过，咱会记得圣神的声一直咧。甲你提醒，圣神一直甲你三个比地，甲你讲，这条是正路，是正确的路，你行伫这个所在，无受世间其他的声音去甲你搅了，要行伫圣神，互你圣经上帝话，互你迄条真正真理活命的道路。今仔日的圣经，咱会看到，你看到这段，伊的前提。是摩西有一天踮咧旷野，看到出刺皮的烧，烧无掉，惊一个。原来啊，耶和华上帝甲伊邀请，讲来做我诶工吼，我要叫你去倒转去埃及哦。摩西讲哇，哪有可能？我去遐百姓绝对袂相信我诶，对无？绝对袂相信我诶嘛！即个人已经离开咱遐尼久啊，40年啊，嘛老哭哭啊！伊讲话哪有可能相信我？伊就咧推辞。上帝就甲伊讲，我是早伫地、现在伫地、永远伫地、自由拥有的上帝。甲伊讲，就是即个上帝叫你来，你就会当去。伊连咪佫讲，毋过我袂晓讲话诶，我讲话拢大字咧。你要找即个去，你嘛着找迄个较会晓讲诶迄个人吼。最近咧流传哦，一个腰酸背痛，要会当安尼较健康诶，迄叫啥物郑老师哟。有一个恁看哦，最近踮咧咱，尤其是长辈吼，拢踮咧学50斤，要安怎迄落啊腰酸背痛，你着安怎做动作？哦，人讲安尼，伊讲的物件，到尾发现，其他福建的人拢讲共款，但是这郑老师特别安怎？
能言善道。伊讲甲互人安尼，10分钟，你忽然间发现讲，安那敢若1分钟就过啊，就会照伊讲的安尼来做，照伊讲安尼来做，互你得到福建。摩西讲我毋是即款人啊，我根本就袂晓讲，我讲的就大字大字，你找我去哪会有效啦？上帝讲啊，无我叫恁国去，啊你做恁去。摩西即个时阵几岁？摩西即个时阵几岁？80岁啦，伊个国咧，就80以上安尼嘛。所以讲，安尼我叫恁国甲你做恁去，毋是叫一个较少年的雄辩家，我叫阿伦甲你做恁去。摩西知影讲这走袂掉啊，佮耍赖讲好啦，在你啦，反正你叫什么人就叫什么人嘛，你要车派相就车派相，我也袂当安怎。你看这3段，伫咧出来记4章这3段，所以这真大的一个功课呢。犹太人一直咧问列比就是因的先生牧师问讲，摩西遮尔伟大，伊会当讲是以色列的国父，40年的中间带这成100万人，经过40年来建立因的信用，建立因的制度，建立因管理的方法。然后赶准备好势，互约书亚带因进入应允迦南地。摩西会当讲是以色列这个国家、这个民族的一个建国的国父。为什么毋是伊做祭司？哪会讲叫伊哥哥阿伦啊？真侪犹太宗教、犹太人问列比安怎问？伫犹太人因的经典中间，坦纳就是咱的旧约包括律法书。如法度摩西五经嘛，包括先知这册，包括咱咧讲的诗篇啊、箴言啊、传道书啊等等这就是咱因的经典，就是这个叫做坦纳，咱就是咱的旧约圣经。但是呢，因的列比伫历代中间会解释，会讲到一寡规矩，因为圣经讲要守安息日，啊，要安怎守？无用个兄弟，就列比讲，因就甲记起来。谈木的写，这是我讲手文个举比经加较悬，谈木也不讲，因就手文举比经加较悬，举伤悬就叫做工啦。行路，敢若应该行到捷运车站，佫行超过到迄个中山北路，这就叫做工啊。安息日无用个做工，无用个行遐长。安息日都爱互你身躯伫安息，所以姊妹都爱甲面看好看起来，因为安息日目睭无用个看美女。你目睭看到美女，目睭犯罪，所以咱会看到敬虔的法利赛人，安息日出来头咧咧，唔敢看查某囡仔，所以唔拄好就去哭到电梯条啊，唔拄好就去哭到壁呢，这叫敬虔的法利赛人。这伫塔木顶头拢有写，帮咱你安怎来修坛啊，这个圣经讲的。但是呢，爱解释啊，有一寡物件像拄啊。信徒会问讲，哪会毋是摩西的子孙做祭司？哪会是阿伦？因这就记载伫个 Midrash， 就是上后壁遮咧讲，这拢全是解释因故事啦，因真侪代志讲，互咱会当清楚，讲互犹太人通好清楚。所以伫这中间，伊讲到一项，因为摩西做祭司其实有，敢若做迄7工来尔，但是伊就安尼推三拒四安尼，一直拢推辞啦。上帝到尾也讲安尼阿伦，所以就阿伦甲摩西去了。咱若看出来会记得无？阿伦甲摩西去伫法老的头前，互官仔变蛇像，是摩西吗？你搁登去看卖。总共踮埃及有几个灾害？10个灾害，你去看第1个、第2个、第3个是什么人下命令？什么人执行的？是摩西吗？毋是，是阿伦。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，咱看到尾啊，上帝伊定着阿伦的系统来成做祭司，所以即个部分，咱咧讲到即个列比解释，伊讲阿伦有行善服侍上帝，行善好的工。摩西虽然嘛真爱做工，但是伊惊，伊感觉无爱讲，我倒来搁转去祈祷看卖。
长老咧邀请某咪人，牧师咧邀请某咪人，讲哎呀，你要做阵来参与啥？讲啊，我佫转来祈祷看卖。敢若亲像某些讲，讲我佫转来祈祷看卖。列比讲，这是犹太人咧讲，上帝互咱机会，哪有讲佫转去祈祷？你转去祈祷吼，就互世俗的代志佫甲你怪去啊！你会发现你就无用的，对无？你会发现你代志足多啊！啊，你踮咧公司嘛咧做见证，你踮咧社区嘛咧做主委，你嘛拢有咧服侍啊！啊，你教会这这互别人来做。你后礼拜转来，你会回答就讲啊，我这是列比咧讲，阿伦一口答应，上帝就可以成做祭司的系统。摩西有几个囝？伊个囝叫什么名？无印象。阿伦的囝今仔日记载咱读的有无？出埃及记27章咧记载伊只囝。毋那敢若伫咧2400年前，阿伦的囝互记载，到今仔日犹太宗教的祭司，佫是对阿伦的子孙出来。咱伫讲到当有机会要服侍主的时阵，咱要佫转去祈祷看卖无？啊是咱要踮咧上帝面前讲，咱的心善什么款？会心善亲像摩西，诚做一个国家诶国父，亲像一个企业的创始者、pioneer，亲像是一个一个社区，还是讲一个城市的市长，还是讲做一个 CEO， 你会心善即款的吗？还是你心善，你的子孙孙拢会当诚做一个服侍的角色？感谢上帝，通过耶稣基督，这个祭司的角色已经毋是干那阿伦的子孙咯。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甲咱讲，咱是啥物？咱是受敬的族，是王也是祭司，是神的邦国，是上帝的子儿，上帝的百姓，是王嘛是祭司啊。通过耶稣基督，这个大祭司，咱每一个拢受邀请，成做这个祭司的国度。所以，咱要学习亲像阿伦行善好的工，祭司到底在创啥咧？咱今仔读的经文，我无要搁读啊吼。第一项，今仔日所读的经文，第一项就是讲，都爱甲这个灯点好多。有人讲啊，迄是古早的灯，啊，牧师，你点这个电火咧创啥？这是祭司的第一项工课，都爱互上帝会幕的灯对下昏时到早起时拢点多。咱拄仔读的圣经是讲暗时到早起拢点多。这个光嘛咧代表信徒兄弟姊妹，大家三甲斗阵，万事三甲来。互上帝得到荣光，这是今仔日的教会爱去学习，嘛开始的确就爱去努力的。所以这是通过咱正人诚做祭司，毋是干那靠牧师、靠长老、靠执事。所有兄弟姊妹，咱拢诚做祭司，互上帝的殿的光会当出来，通过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见证，这个光会当出来，荣光上帝。第二个，咱拄仔所读的圣经咧讲到。上帝选阿伦，毋是选摩西这个系统。列比的解释毋知是毋是正确，毋过我感觉迄真趣味。伊咧讲着，咱到即马摩西两个囝叫什么名？过来咧，毋知啊。但是阿伦子孙孙诚做祭司，摩西个负责着爱甲各个按立。祭司毋那干那伊家己收掉，伊。服装，等下第三项，服装头前才有12块，敢若保障共款。所以第三个，咱看祭司的服装，今仔日的经文讲着，祭司毋但讲着伊的服饰，讲着人是安怎受拣选，佫讲着伊应该穿什么衫，迄个衫要显明耶和华上帝的尊严，甲迄款的荣光，特别是伊的行程有12块，会保障这12块上顶以色列的。12个支派，12个支派，拢伫祭司引出的面要来甲上帝面前。所以今仔日咱要囥个祈祷，后礼拜要选中集。毋忙你周报转去，顶礼拜已经有啊。伫周报，咱内面周报伫内面的第10页，第10页才有几段的经文。咱通过这经文，为后礼拜的后会祈祷。
咱周报嘛有写到遮受选会长老甲执事，为着因祈祷，你毋免去甲别人讨论讲要选什么人，咱确信，你若逐工用即个放喺祈祷中间，上帝要互你看到，伊期待你三甲推选出来，才会终极。所以无论是伊服侍的内容，还是即个人选，还是伊的服装，拢有代表意义。这是祭司咱今所看的部分。所以若安尼，咱上落尾要搁一摆来提醒，咱讲宣教就是对接待开始，对无？宣教从接待开始，这接待用今仔日的解释，其实就是引带人到上帝面前嘛。祭司的责任就是引带人到上帝面前，是王是祭司，祭司看起来敢若不知啊清高吼，早起起来都爱服侍者，暗时要收店啊，都爱点油灯，哦，这是暗时点的哦，点到早起，早起百姓牵羊、牵牛来，掠钱仔来，要献祭予上帝。什么人抬牛抬牛？祭司抬呢？所以你看祭司啊做这款工作，一天到毋甲含迄个血腥味斗阵，这敢趣味？所以祭司毋若亲近上帝，伊阁都爱处理人同基本、同粗俗的代志。这是一个服侍者的角色。中级受选出来，毋是干那读圣经祈祷，毋是点遮书会，毋是点咩书献，毋是干那做一寡咱看到台面上的，其实有真侪真基本、真咱看嘅干那粗俗的代志，祭司咧做呢。遐羊咧抬，遐牛咧抬，遐钱仔咧抬，血流出来咧，那个摕去祭坛顶头，落去烧，祭司咧处理遮个代志。正做一个牧师，阮常常嘛有即个觉悟。2工前踮咧营总的家护病房，伫倒回拄选去营总的家护病房，迄个兄弟安休，踮咧病房内面爱换衫，有诶病是无一定换，踮咧马街迄个衫，伊就互你穿出去，啊去学冰冰啊，即马等咧伫某起化前则加掉，则穿新的衫。但是有诶病，伊诶衫袂流出去，所以咱就摕一套衫去去遐换。对我诶老爸就看到即款情形，所以阮嘛拢照安尼去做。换衫诶时阵陪伴伫边啊，无一定咱换家属。一般台湾人像我家属踮咧外口，迄个病诶服务人员踮遐插管甲拔掉。讲起来，敢若迄个时阵，伊袂甲你赶诶，嘛敢若牧师来尔吼。医护人员袂甲你赶出来，你踮咧边啊斗协助遮。这是为虾米爱做？这看起来敢若像真基层、真粗俗，含死人三甲斗阵。毋过，这是祭司的工作。宣教对祭司开始，你咧做祭司，毋是干那咧招待，踮咧外口穿咱的背心，甲人笑安尼。有当时啊，看到咱来教走入来放屎，咱的招待啊，咱的特生哦，马上就会去摕粪斗扫帚来，紧甲扫扫。咱有一个技术哦，常常拢8点28点半到，我就看伊哦，就入去，因为昨暗阿勇啊拄饼扫好势，半暝树叶啊佫落来。伊就紧去摕扫帚不倒，甲迄落叶紧甲扫扫。咱的技术就是咧做遮呢。你毋通想讲技术就咧举奉献哦，咧安尼光鲜亮丽，踮咧人面前，毋是。真侪粗俗基层的代志，就是遮咧服侍。会记得我顶摆咧讲到迄个陈奎准牧师无？双连教会，我50年前哦，阮爸爸是牧师，我讲伊要去找伊带我去，我阵仔囡仔去甲双连教会讲牧师牧地的啦，去双连街啊，我去双连街啊，伫一间观察店，伫一间观察店。陈牧师咧倒，伊忽然间按一个观察杯来讲，柯牧师你找我从啥？阮爸爸吼，阮爸讲你倒喺内面，阮有一个技术，身材甲我差不多，拄过身，我多看卖，看即个舒不舒服吼。真诶呢，我看一个人按观察坐起来讲，柯建宗牧师，你找我从啥？迄个互我印象足深诶。若要成做一个服侍者，要成做一个牧师，你都要准备安尼。人还袂行，你先行；人还袂死，你先死；人还袂做诶代志，你就爱先做。这是祭司，但是这方面伊是王。台语圣经讲是王是祭司，中文的圣经君尊的祭司。亲像耶稣基督，伊毋是一直咧处理阴间诶代志。咱讲伊诶性命是叫做向下发展。对上帝变做人，变做罪犯，变做死刑，死伫家顶。伊的一生是下面发展，毋是顶头发展。这叫祭司。
阿伦的系统，咱看到，但是这款的是将荧光、甲萝卜夹斗阵，将极其荧光、极大的牺牲夹斗阵，这是咱后礼拜要选中的时阵想的真要紧的一个功课。所以上落尾啊，咱今仔日读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1节，4个版本的圣经，拢甲咱讲到一项，是欣赏，是仰望，是渴慕，是一个抱负。4个版本的圣经拢咧甲咱讲到，咱要选出来的终极真重要，就是安怎？对服侍、对做工、对上帝有真大的，比尔盖茨讲是热情啦。在过去这20年来，伊伫世界第一好嘅人，敢若有1年去有一个日本人拼过，无1年安尼，剩的拢是伊过去这20年。伊讲，伊1955年出世，所以今年几岁？1955出世，伊讲，人讲你哪会成功？伊讲，伊感觉成功第一个条件，有讲5个，但是第一个就是啥？就是迄款的热情、欣赏，想要甲这个代志做好。这款的研究，这个事项，我家庭还是讲我会服侍，我就是拼一切想要甲做好，想要伫这个所在来完成，毋是为了啥做，嘛毋是为了家己，是既然互我有机会，互我有温数，互我有时间，我就是要甲做好，安尼啦。迄个热情爱有。咱同大的需要其实有影咧，伫服侍中间同大，就是这个，伊咧甲咱讲，渴慕想要服侍上帝啦。你有这款渴慕无？来甲教会有遐尼大的欣赏、渴慕，有迄个热情无？这是比尔盖茨咧甲咱讲的。第二个，咱拄仔读的经文嘛，甲咱讲到，当咱欣赏这个好的工的时阵，会面对困难。保罗写批互提摩太，甲提醒，阮当有困难。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8节、第4章第20咧讲，毋通因为我为主做见证，恁感觉见笑嘛？毋通因为我受关，恁感觉讲，哎哟。安那毋通甲伊斗阵，毋通颠倒倒爱，因为通过上帝所赏赐咱的大权能，甲我同齐为着福音来受这个苦楚。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是爱来分享福音的好处。这是咱拄仔看经文第2个，甲咱讲第3上尾啊，伫甲咱讲着爱欣赏好的工，足侪工作爱做，你也知影什么是上帝好的工？若无迄个有限的时间，顶摆咱捌分享过，有限的时间要安怎分配伫咧重要的事工顶头，欣赏好的事工。咱做第2场礼拜10点半开始，但是我定定看9点半、9点45、10点都有兄弟姊妹来啊。10点以前就到请举手，10点以前就到。我看不只要多哦，毋难安尼啦。因为你做礼拜时，敢若我一个人会当看到外口，你知无？恁内面已经今仔日几落个，未10点就伫外口啊！我真早就看到恁。是嘞，咱伫咧欣赏水的工咧讲，咱时间有限。我报咱一个好消息，后礼拜周报会写。恁若较早来，9点半来，9点40来，你去耶路撒冷教室。去耶路撒冷教室，咱的牛执事。牛英朴执事，伊会带咱，甲今仔日要读的圣经启用圣诗，用这个白话字波波摩，这毋是波波摩，这 ABC 注音，带咱读一下。敢若亲像咱今仔日咧读的圣经，有当时看汉字无一定读得准。牛英朴执事就踮咧耶路撒冷教室9点半到10点10分，不管你几点到你去。咱会最近从今仔日圣诗，敢若亲像今仔日拄仔吟的圣诗400几首，545是吧？525，咱拄仔所吟的圣诗525首，咧讲阮为万民求主照顾。牛即书会带咱看一下注音，迄是白话字，你会发现你读的字会加真正确。这个字中间，台湾话真趣味吼。当我们说到天使天军保护我们，跟我们报告好消息的时候，天使天军都没问题。但是台语咧讲天使天军，同一个字，那讲天使天军吼。咱咧讲香港的香很香，台语安怎讲？香港的香足香的，三个拢唔共。
你较早来，咱的长辈也好，兄弟姊妹，你若较早到，你就直接去耶路撒冷教室，咱同学迄个教室会当坐甲爆满吼。啊，咱慢慢啊，用安尼20分、30分、40分的时间，你甲今仔日要读的经文，今仔日的启应，牛即书的带咱，今仔日的信息，安尼搁读一届，心先啊，对上帝话心先，对遮的服侍心先，迄个好，这是好的，因为较正确来读出上帝要甲我讲的话。对上帝创造天地开始，迄个 Kairos， 希腊文讲好 ，Kairos 就一直伫伊放伫咱的中间。连耶稣基督都毋敢凊彩承担即个，有一个少年人的官来找耶稣讲：好国善良的先生啊，我着安怎做才会当进入永远我？耶稣毋是甲伊回答讲你安怎做，耶稣先甲回答啥？毋通叫我好国善良，真正的好是啥？敢若一个，敢若上帝。上帝一起到好的存在，迄个 Kairos 就是伊生命特质，伊会创造，伊看逐项拢叫做好，一直到耶稣基督所互咱看到的生命。所以耶稣是一个好的牧者，咱毋望咱会当跟对伊，伊的确互咱会当去形成一款的生命的活动。台南新行业30年前有一个院长叫做萧清芬。萧清芬咱无一定识，但是有一个查某囝叫做萧美琴，萧美琴。萧美琴的爸爸是新行院的院长，是一个牧师。所以你知影萧美琴的妈妈是倒一国人？吼，你看萧美琴啊，还喏讲吼，萧美琴的妈妈是美国人。萧清芬牧师讲，因结婚无偌久，萧牧师的妈妈，萧牧师的丈母，就是伊太太的妈妈转来，两个人吼。话就袂通啊，因为萧牧师的妈妈袂晓讲英文啊。伊的丈母按美国来看，迄阵啊两个人拢50、60岁。但是两个人吼，踮咧灶骹煮饭，哇，足紧张的。两个人无共款的料理法，踮咧灶骹，伊想讲毋爱内面，敢若野菜刀都无共款吼。但是伊踮咧客厅来听，伊两个踮咧内面吵架呢。物件从后尾煮料理出来，伊尾仔就问妈妈讲：你较钱毋是咧讲啥哈？无啊，我若话也袂通。我若听恁吵架呢？同一个灶骹，一个阿伯啊，一个台湾的妇女，两个吼，结果踮咧内面会当做阵同工，因为啥？因为灶骹是因的祭坛，灶骹是因受调服侍的所在，灶骹是因为主煮三顿的所在。这萧牧师讲的，讲伊的妈妈甲丈母，迄摆印象都深的，敢若因为因两个有共一款的热情，因知影这是好的工，是上帝互因服侍的所在。所以两个话语袂通诶，结果竟然会当踮咧灶骹里面欢欢喜喜啊，笑嗨嗨，啊，做阵来料理一顿。咱今仔日嘛有缘共款，咱有无共款背景诶人，无共款思考，对无？咱差别足大，但是咱今仔日咧上帝诶家内，咱求主帮助咱心善好诶工，拢为了主诶缘故，为了主诶缘故，咱当有咱家己诶逻辑思考，有咱诶步骤。有咱无共款的看法，看到拢教会哪安尼做，怪怪，这无合我的意。有当时啊人讲，牧师我啉奶你足久安尼吼，这个因为咱拢无共款的，但是为着上帝交托的工，咱心善即款的工，咱欢喜用热情做阵来。后礼拜会员课会，咱10点联合圣餐礼拜，然后咱要选中节，求主帮咱。咱拢用圣神的引带，放在祈祷中间。即礼拜，那安尼咱就当想看，伫我的生命中间，我看做上要紧的到底是甚物代志？还是我上想要爱的是甚物？对无？看卖过去这70年，过去这50年，我一直咧足期待、足望最想要的到底是什么？一直想要完成的到底是什么？第二个。我敢会心善要服侍上帝，服侍教会，想要参与伫即个服侍吗？那安尼要安怎把握机会来参加服侍，同心来祈祷。怜悯的主听堂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你本身是好，你的创造一切拢是好，你邀请阮甲你三甲同工，各是奇妙无比。所以，阮恳求主你圣神帮助阮，互阮会当看到阮生命中间，阮同渴望的
通追求的看做上重要的，是毋是迄个永远活的价值？恳求圣神帮助阮，催逼阮有热情来回应主你的邀请。伫家庭、伫社区、伫工作的所在，特别伫教会，阮回应你的邀请，成做一个祭司，成做一个服侍者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